各位好，今日分享八字。問事者問佢可唔可以上呢個課程，佢想開天眼，想學習靈修。你問呢個課程可唔可以學呢樣嘢？要占卜，唔係睇八字，占卜先至可以睇到呢個課程對你有冇用。八字係睇唔到，八字最多係睇運程，睇你嘅財官印比食。我哋研究佢八字。女日主天干月金合壬水克點火，得返一個己土。地支寅亥合子水克午火巳火，得返一個巳火。呢個八字本命盤都係破財，天干都係破財，所以你個八字財運經常起起跌跌，特別容易俾你身邊嘅朋友、相熟嘅朋友令到你大破財。你依家進入呢個大運，依家係行緊財運，但係一進入咗呢個大運之後，你啲財運更加衰。點解？因為午火屬於陽火。你一進入咗，已經大破財啦，都係俾你自己相熟嘅朋友令到你大破財。你問可唔可以上呢個課程，但係你依家個財運唔得，原本兩個已經破財啦，呢個月份更加破財。所以如果要上呢個課程，你要十分小心啲。因為你嘅智慧人目俾你自己嘅朋友，令到你智慧同埋判斷能力失水準，思考判斷能力比較差啲，都係因為你朋友影響你。你話你朋友上完呢個課程之後啦，順風順水，人生順暢，我建議你睇多一排先，唔好咁快上堂。關於靈修呢部分要十分小心啲，因為你唔知道對方係正係邪，你唔知呢個師傅係好啊定係壞。網上嗰啲網紅嗰啲，你只可以睇到表面上嘅嘢，新嘅一面你係睇唔到嘅。佢哋演繹得好好，所以呢樣嘢要十分小心啲。咁呢幾年啊，關於靈修啊越嚟越多，所以你自己要注意。同埋你連接高我，就算真係俾你連接咗你自己高我，佢未必會幫你順風順水嘅。連接高我，佢會俾好多挑戰你，佢唔會令到你順風順水，佢不停咁樣俾多啲經歷，俾多啲挫折俾你面對。唔係連接咗高我高靈之後啦，你個人生就會順暢。連接高我呢樣嘢係好危險啊，因為你唔知道教你嗰位師傅係正係邪。如果呢位師傅係邪嘅，咁你十分危險啦。因為靈修呢樣嘢啊，唔係隨便學噶。同埋依家網上好多教人哋開天眼、開松果體、聽音樂、開啟呢樣嘢係十分危險。開天眼唔係咁容易開噶，開松果體唔係咁容易激活，因為你個能量仲未夠，時辰未到。就算俾你開到，未必係一件好事，你好容易走火入魔。如果你真係想學習靈修，我建議你等多一排先，等你個朋友過多一排，睇下佢點樣。過多一排啦，過多1年半載啦，等你個朋友睇下佢如何先。因為你判斷能力比較差啲，俾你個朋友影響。無論你天干同地支本命盤，都係你朋友影響你。所以朋友所講嘅嘢，你要十分小心啲，特別容易俾你身邊嘅人帶你走咗一條不歸路。
所以你要十分小心啲。關於靈性呢部分啊，唔好隨便亂學，因為你唔知道連接咗高我係正係邪，定係假扮，定係出邊嘅靈體假扮你嘅高我。如果連接咗一啲邪靈，或者唔係你嘅真正高我，可能你會走火入魔。下一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